来关心流感疫情，甲大家未收煞。现主时清华大学嘛发生做伙围到流感的疫情，一直到昨下午，拢总38个清华大学学生确定围到 A 型流感。学校讲，这届上主要围到 A 型流感的是材料系大学1年，抑个2年的同学。这些同学拢是参加完迎新录营活动了后，开始感觉身体无爽快，确定围到 A 型流感。即嘛学校已经甲这礼拜的课拢先暂停，0日才过来补课。 流感疫情愈来愈严重，即马含清华大学嘛出现一群人做伙围着的案例。17号早起，一个材料系学生因为发烧送去检查，确诊是流感。到下晡学校发现，这个系各有几来学生身体无爽快，检查了后嘛确诊是 A 型的流感。学校遂决定为18号开始，材料系1年大班的课甲2年必修的课全部停课。到19号早起，拢总有38个学生确诊是 A 型流感。 上个周末，那个材料系的学生他们迎新宿营，后来发现还蛮多学生不太舒服，那有38位同学是确诊 A 型流感。学校里面我们也安排那个集中住宿，这些学生我们也请他们不要去上课。今年流感的疫情真反常，英国疫情拢寒天才会较严重，不过今年已经到歇热，疫情煞拢也未压落来。开学了后，敢若9月初9到15号，短短一礼拜内，学校内底做伙围着的就有30个咧，疫情煞拢无要提款。上周的流感就诊总人次是81000多人次，比前一周增加了3.3%，预计还会再持续1个月。疾管署提醒，今年热天流感流行期比过去拢更加长，随望刷落来有可能会稳定落来。不过民众若是发现家己发烧，也是要赶紧去予医生看，避免流感疫情传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